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成功大学举办着第一届的成功台语歌听秀的决赛。这个活动是分做开胃组甲歌唱组，参赛者提出着18般的武艺才华尽展，要透过比赛来分享着台语的水。我的是林敏啊，就是我啦吼。较早期台湾社会媒体用表演的方式来展现，当时规场拢是用台语来讲，是真趣味。我表演的主题是早期的媒体，内底有包括即个电台啊、歌戏、布袋戏的成分伫内底。这场比赛是成功大学所举办的头一届成功台语歌听秀的决赛，嘛邀请到出名的台语歌手甲演艺界专家来做评审，会使看到校方真看重这场比赛。希望讲会当互新大学生啊开喙来讲台语，而且会当用台语来表达因的创意。看到有人咧唱歌，啊有人就是表演，佮传足侪道具。介绍因家己的人生故事，也是家乡的物件，拢是真精彩。透过表演甲唱歌的方式来传承台语这个优美的语言，互少年人爱讲嘛敢讲，常常是后来流传的一句话：成功人成功台语，台语一定会成功。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